暂时的伤悲，可怜的人，可怜的人，可怜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这款的打击叫我怎样活落去？为何生命不来斗保庇？予我永远依着伊。一个时阵来离开，对你是一个好时机，因为你已经交着新的伴侣，可以安慰你暂时的伤悲，可怜的人。